来看南投的消息，南投县德山镇去年来积极地推动环保工作，除了利用废水的喷做成肥料种花和店面去领以外，德山社区为了解决旧衫的问题，伫德山市场内成立一个德山旧衫爱心站，欢迎乡亲用二手衫，将这二手衫摕回去用。当然希望讲大家捐出来，给需要的人去使用。 德山镇长久以来积极地推动环保工作。德山市场内底成立德山旧衫爱心站，予需要的人24点钟拢会当下登去穿。您只要有需要的，我们这边义务爱心站都有提供您需要的东西的话，您能够随时来取走。回收人家不要的二手衣物，那二手衣物里面呢，也要经过我们志工里面挑选。 经过社区志工的整理，变做即马遮尔侪衫，欢迎有需要的民众拢会当来使用。阮这吼，拢大部分人若留起来摕来，阮就是拢会甲整理过，较好的就甲留起来。欢迎民众甲无爱的衫捐出来，唔但当做环保，嘛会当互社会加一份温暖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